航空空服人员身体无爽快，搁上班，落尾过星期，同事讲请假的制度有问题，劳动部表示会启动调查。高铁冷静车厢的政策造成家长的压力，有立委要求推出亲子车厢，也是排除有特殊需求的旅客避免歧视。美国甲埃及总统共同主持加沙和平峰会，证人希望，互停火协议会当进一步正做是长期的和平安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的告别式是伫10月11日高雄来举办，包括着总统赖清德，也有前总统蔡英文等人拢有到场。有民众是特别走伫路边，等要来翕元首的车队，毋过煞互警察甲伊阻挡。了后，这警方是解释讲，民众想挖管制的这个区域，才会起较关心。我现在指的不是你拍接警哦，等一下我们在执行特种勤务，那你拍特种勤务，那你就是有违反。高雄警部分局员警在一直较前的定清路甲山卡路口执行安全维护勤务，因为东港有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的车队会经过这，要去参加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的告别式。员警发现有民众提相机伫路边等要翕相，向前查问，说要求民众别当翕，若无就会违法，和民众杀不涨。我跟他说我要等那个车队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能拍这特种车队，你拍特种车队就是违法。后续他就应该是他们车队已经接近那个路口，然后那个警察就走回去交管，控制那个号志，然后叫另外一个他从对面马路叫来的一个警察来看着我。民众伫现场一直确认总统的车队到底会当翕相无人甲回答。事后民众甲代志过程打去网络引起讨论。现场执勤的警务分局表示，东港是惊民众受挖管制区会有安全问题，警察才会去关心，毋是因为翕相违法。远景基于整体安全考量，担心过于专注拍摄，造成自身或其他用路人交通安全影响，遂上前善意提醒当事人。于勤务管制期间，如有误闯管制车道或区域等行为，恐涉特种勤务条例相关法条，并非网传指称拍摄车队即涉法。其实，这种勤务的法条内底并无明文禁止民众翕相。民众表示，警方烦恼会影响交通管制，造成安全问题，这部分伊会当接受。不过，法条读煞了后，伊要确认到底是翕相违法，还是受挖管制区有问题，所拢无得到答案，也可以感觉真无奈。记者关注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再来看高铁，伫今年9月时阵有推出冷静车厢的政策，不过即马呢，所有亲子团体表示讲，这已经造成家长的压力。时代力量是要求高铁呢来取消冷静车厢，而且推出亲子车厢等等的配套。嘛有民进党的立委呢是要求高铁应该要排除囡仔等等有特殊需求的旅客，避免歧视。取消冷静车厢，友善育儿环境。要求高铁全面取消冷静车厢，时代力量参其他小党伫咧立法院外口抗议，也有民进党立委招家长召开记者会。有家长表示，高铁实行冷静车厢，带囡仔坐车的压力是比以前更较大。也有家长讲，家己的囡仔有自闭症，但当咧学讲话嘛无法度控制行为，就要去互高铁人员夜班要求爱点点。然后，因为我们是有特殊生，那也会有人说特殊生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就是友善跟包容，它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空间。更较重要的是，咱要公共政策安怎制定，才有法度来打造一个互家长会使安心。会使自在带囡仔出去外口。针对这寡争议，时代力量要求高铁全面取消冷静车厢，推出亲子车厢，就要提出符合儿童权利的相关配套。因为民进党有立委是要求高铁应当在政策当中明确排除囡仔和特殊需求的旅客，避免歧视。应该要更聚焦，包括可能类似是3C 礼貌运动、手机礼貌运动等等，会是更适切的。又或者是推出亲子车厢。政策文字中应该明确排除婴幼儿及特殊需求的旅客啦。那列车服务人员应该接受相关情境的训练，避免误导误判或者是歧视。那第4个就是希望可以建议以示范期方式来进行，收集各族群的意见。高铁是回应讲，因为做调查有90%的民众支持车厢的冷静政策，有高度的社会共识，嘛强调是针对讲电话用3C产品无挂现机吵到别人的行为，不是针对囡仔。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确实在一线的时候，他们在一些状况的拿捏上面，我们一直在讨论啊，也要再做一些精进。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持续会在做的。那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在车厢上面文宣已经做了一些调整。
高铁表示，针对各界意见，目前已经把冷静车厢的涂骹换掉，会过来检讨卖改进高铁人员的教育训练，也呼吁社会对囡仔和无共需求的人，就要有更较大的包容，来打造更较好的公共运输环境。记者卢尚珠、曾春瑶台北报道。宜兰市的雪隧路呢是敢若6米宽尔，而且伫国道5号开通了后，这车辆变多，而且路又搁矮，所以当地里长呢有来统计，这一冬以来就发生10几届的车祸啊，因是写批甲总统府来申请，希望这雪隧路会当顺快。也那县政府是表示讲，这当地呢是有192县道，也有7条路等等的大型道路，所以呼吁民众会当加来利用。暗时啊，电话无三更，监视器画面，一台轿车拄要起行，就摔伫沟仔。这是宜兰市雪隧路，当地定传出类似这种摔伫沟仔的事故。根据里长统计，今年都发生10多件。今年1月份到现在哈，掉到这个位置有8件，在这前后路段有交通队来处理有4件，加起来总共12件车祸。里长为地方清明，下批去总统府。希望会当拓宽雪隧路。伊讲，这原本只有6米宽的路，也毋过自从国开通了后，车流量真大，尤其假日车更较侪。希望公部门会当协助加强夜间照明，甲协助道路拓宽。家己赛车经过雪隧路，发现小闪车确实无简单。外地人用导航，因为路程较近，也拢会指示用路人经过雪隧路，是当地车流量一直真侪主要原因。修这条，这需要拓宽。基本上 Google 导航都是上雪隧都是第一优先导航，就是水隧路这一条，上国五宜兰交流道。七张路目前的道路容量是宽裕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民众如果要往高速公路宜兰交流道的方向那应该尽量利用我们的宜12线7张路。县政府表示，雪隧路是农路拓宽的环节属于宜兰市公所，因为当地东西向去各个的道路，也有7条路甲192县道，容量是有够的，也是呼吁用路人加利用，唔通开伫道路下的雪隧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华的宝岛有一间肥料厂是用笋糖假喷来做有机肥，也毋过附近的居民所反映讲，迄款臭酸味呢，实在互人指宰袂掉。环保局去到现场稽查，结果发现讲，就是因为设备有欠点，所以头尾有开出3张罚单。也那业者是表示讲，会伫咧15天内赶紧来改善。居民徛伫肥料厂外口表达不满，中华县宝岛镇去年底新起一间有机肥料厂，但是附近居民表示，这几个月来工厂一直传出歹味，闻起来酸个臭，互人指宰袂掉。酸个臭，你知无？中昼时下晡时暗时拢闻得到。他们那边呼吸的权利都无呢。我进前就3个月前，我就有咧甲伊接触。你拢直拖讲，拖到即嘛，抑阁无一个解决。附近居民吵甲挡袂牢，向环保局检举。环保局表示，这间公司是利用笋糖试喷制作有机肥，本地是收豆泡尔，后来开始收喷。因9月初伫风尾进行空气的采样，并无超过标准值，但是发现工厂内放布料的方式无符合规定，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罚单，业者嘛答应会赶紧改善。也有投资一些喷雾一些相关的还有喷菌这些事情。如果是真的味道这边来，我们一定会负责，而且会把这个事情呢做到最完美。我们会尽力的改进，那给我们一点时间。9月到10月，阮后来有做分别来做稽查，变做讲伊的堆置储存的方式违反规定，所以变做讲这部分阮会依规定来裁罚。环保局指出，目前已经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出3张罚单，也会继续追踪这案。附近居民是讲，臭味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除非工厂解决歹味的问题，若无会抗议到底，要求工厂爱刷走。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来看台南东山这带呢，最近这台湾狗是愈来愈侪啊，而且呢，佮规棚走入去人的果子园内底，甲人吞大只，甚至也佮来破坏设备。农民是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出来处理，也毋过呢，这个农业局是表示讲，目前是以通报为主，也无法度强制来处理。
台南东山街的农民提铁讲，内面放炮瓦，互声音集中，要起惊猴，莫个挖来隔远糟蹋，嘛用赶狗器等方式来阻挡狗，毋过拢总无效。农民无奈讲，官家血压拢清悬起来，主要因为因所种的心血受害上严重的是灵应。本正按算7月风台过后，汤有寡收成，无意外有台湾狗接力来扰乱，产量煞剩2成，那灵应柑仔乃至遮的作物嘛拢害去。我拢规定呢，这我嘛袂晓讲，规定向全部打嘛伫阮灶骹后壁，一堆个树啊，话要食。是几工较多啊？较多啊？为什么啊？嘛，伊反主啊，伊反主，伊就讲袂了，袂拍啊。甲三枪共款，三枪即摆就归路啊。在地人讲，因这台湾狗会伫半暝透早参下晡出现，即阵上无10外顶，有上百只，数量甚至比当地人还佫较济。互果农实在真气恼，其实农业部捌参地方协商，勘定威望，毋过农民讲这山脚多数是山仑地，地形真歹按，防护效果足歹。农民建议会当上什么步，甲台湾狗制约，也是相关的安置配套。足严重啊！伊因为伊狗伊就拢无咧节育嘛伊拢一直生团。比如讲，伊今年出世的狗仔囝，明年伊可能就有法度去生狗啊。因为就拢无节育的问题，所以狗啊。一档比一档佫较济。在地贸议员认为，这已经造成地方性灾害，而且毋但狗尔，其他地区也有山猪甲鸟仔的危害。农业局回应，目前受到动物保护法、参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针对狗的部分会持续以通报为主，也无法度强制处理。电木器是目前为止是防治猕猴的危害最有效的方法，所以鼓励农民来参与。那我们有到各区东山、新化、南化、南溪等等，都办理相关的宣导会。面对高山的损害，东山果农无奈讲，因即卖种的毋是果子，是种互狗咧食的。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嘉义的大拿有一间足久咧度的观光工厂咧做外观看起来哪像是城堡同款，互民众讲做是台版的迪士尼，也毋过呢所引起美国迪士尼总部的关注。这业者是解说讲，因是开10档的时间来规划，这毋是仿的，希望会当打造在地文化地标。亲像欧洲城堡的建筑，也未到营业的时间，外口就有排队等要入去参观的民众。这个是嘉义县大拿8月才开幕的巧克力道观光工厂，因为园区内底的设计，互民众甲合作是台版的迪士尼。穿迪士尼有成无？一点啊啦，无讲介成啦。嘿啦，对嘛，伊都起尖尖颜色要共款啊，真正认真看嘛无相像。就很像啊，就进来就是那种梦幻城堡的感觉啊，就是让人家一直想拍照的那种欲望很强。这样。业者表示，因的团队有在国内外游乐园设计园区的经验。这个观光工厂的园区是创办于10年前，结合自身的经验甲细汉时的梦想所展现的成果，毋是去模仿像的物件。不过因为游客伫网络的分享，讲这是台版的迪士尼，所以嘛引起美国迪士尼总部关注。像之前我们也是在国内有承揽剑湖山世界跟义大世界等等，然后甚至我们之前也是有做到上海迪士尼的3大主题园区。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把我们的工艺以及梦想带回到家乡，然后再融入家乡的特色。城堡的建筑风格内底是巧克力道的观光工厂，业者主动澄清甲迪士尼无任何关系，甚至展现当初是设计手稿。希望用在地的原创文化去展现台湾的创造能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台股今仔日早起是开红盘，冲到27507点，也那台积电是以1455块开出来，上悬是冲到1460块，也毋过这盘中开始呢就起无遐凶啊，大盘嘛有较冷落来。台积电开盘是1455块，无偌久呢，就冲来到1460块，拢总是起45块。其他包括着鸿海、联发科、台达电，也阁有广达嘛，拢有起。也那台股大盘是伫27000点左右来回，上悬是起超过560点，盘中开始才有较冷落来。晶片公司在回答到底敢会伫北树科 T17甲18来设台湾的总部，目前大家是拢咧看。昨暗这台新成功金证实，这成功人士呢是有收到台北市政府的公文，嘛请台北市政府得爱照这地上权的契约来启动协调，找出上好的解决方案。
受外界注目的回答台湾总部设置限刷经费遐，是毋是伫北市区 T17、T18游玩无定限？台新成功金牌暗时发布当新正式成功征收，收到台北市府来函，写成功征收同意合议终止北市区地上权，呼吁市府依照地上权契约约定，启动协调委员会协调机制。我们亮董的这一个这么地位这么高的状况，现在也是工商的理事长，尽快的来做协调，那原则上应该会有好的成果。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公开发声，台新成功金控董事长高东亮希望新修订没有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情形之下，提出合议解约条件，是配合算双方解约金，合理范围是5到8亿。这个还他30几亿，那原则上算一算，大概5亿到8亿啊。5亿到8亿，对。好，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开出来的，应该就是解约的这个，应该就是5亿到8亿，对不对？初步是这样。有民进党机关指出，敢若同意40亿，抢出来部分是毋是由回答到3天？李树川回应，回答办事后表示，若中心签约内容包含对新秀的补偿，原则上应愿意全部承担。对于能跟星光人寿尽快达成协议，而且议会也接受，你有没有信心？我有信心。我们希望能够在，比如说10月24号，也就是辉达给我们正式信函，他正在请我们找其他适合土地以前，我们能够就他首选 T17、18能够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各方一直在互相发声，要将回答留在台湾。北市区 T17、T18用地，加速台北市府新收到回答3名并场的关键。台北市长蒋万安伫议会施政报告时阵表示，希望伫10月24日进行，应有一个初步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一个空服人员进前咧身体无爽快去上班，对意大利飞回来了后，竟然就安尼过身去。今仔日早起举办告别式，有同事是指控这公司呢请假制度有问题，那工会也表示讲，这请假的制度呢出问题，是会影响到员工的福利。劳动部表示会赶紧来启动调查。细顺的空服员的同事是真悲伤，阁唔甘，大家拢来送伊上尾一程，对失去一个好姊妹啊。同事指控讲是公司的制度，才来造成这个不幸的结果。公司的排班制度，还有我们的调班请假，都是造成今天最终的这个结果，身体自主管理还有健康都难辞其咎。伫中央航空做工课的细顺的空服员，顶个月25执行飞米兰的勤务，所伫飞程的时阵身体无爽快，但是同事指控讲，迄个航班的座舱长疑似无启动机上卫生医疗系统，阁叫伊继续执勤，结果伊当来台湾了后，伫初10过身，家属伫14举行火化。中央除了送火拿，嘛指派主管去现场致意。工会团体是阁一摆指出讲，中央的管理和排班的制度是有真大的缺失。他的调班跟选班的资格，都会受到他请临时特休或请到这次跟本案相关的病假，都会受到剥夺。那除了这之外，他们的考绩会被加重惩处。那因为扣分，大家就会自我控制，不敢去请，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空服员的圈子里面是非常反抗、非常觉得不合理的一件事。两大工会指出讲，同市政府应该针对其他长班的组员来做访谈，了解客观的情景。另外，对空服员的出发前的规范，嘛要做通盘的检讨。另外，同市道检处指出讲，细顺的空服员最近半年工时和请假的记录，目前查出来是拢个符合劳基法的规定，刷落来嘛会厘清敢有请假妨拒绝的情形，而且做职业病的调查。劳动部表示讲，嘛会启动调查。长荣航空的违法的记录的确不少哈，那我们认为，公司应该要诚恳的面对基层员工的声音和需求哈，好好的和工会来协商哈。翁新涵表示讲，针对这个事件，会找相关的组员和利害关系人来访谈和厘清，但是无法度确定报告出来的时间。另外，敢会认定讲是职业灾害的部分，佫需要专业调查和判断。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丰原高中呢，进前有一个高中生传出伊长期受到7个老师甲霸凌，结果行地路的案件。其中一个牵涉不当管教这学务处的人员呢，甲校方调解了后，竟然予伊撤销记过的处分。这名伊代表是批评校方呢伤过恶质，要求台中市政府要严格来查办。滥用法律资源，撤销处分，守护孩子，承诺落空。开票会大社化，民代甲政府基金会执事开记者会，也出席2023年政经社会台中市丰原高中高级学生登记予7个师长集体霸凌行地路案件，其中一个姓黄学务创新人员不当管教霸凌，经过调查事实，当事人自2014年10月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调解了后，学校竟然同意撤销记过处分，被批评开后门恶例。他的一个诉讼代理人，既然是学校里面的一个校安人员，所以呢，这个校安人员就代表了整个台中市市政府的行政体系吗？此例一开之后，我想会造成日后更多的不适任教师会想要去要求，无论是要求、威胁、利诱，去校长去做这样子的调解的会议。今年3月，检察院公布调查报告，真正学校保障规定在事件发生了后5天内开校事会议，定书明显有疏失，纠正台中市府甲学校。人本批评即马阁压出全国第一霸凌成立、私下和解撤销处分的案例，加速推翻学校教评会、教师中庭委员会等行政调查结果，安怎对全国人民交代？就会严惩相关的一个学校校长跟行政人员为何做出如此不符合社会正义的一个措施。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姓黄的学务创新人员不当管教是事实，学校向处分定数无下，这原因同意撤销记过处分，而且无保证处分，会调查来严厉处分未来通令学校，甲当事人调解爱报局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 Trump 已经去到埃及，甲埃及的总统塞西共同来主持加沙的和平峰会。即马众人是拢希望讲，会当互这停火协议呢进一步来成做是长期的和平安排。伫个峰会，伊嘛来宣示讲，要落实停火，也有人道中间。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降落夏姆斯克，车队马上去会场。川普甲埃及总统塞西共同主持加沙和平峰会。川普讲这是中东甲世界意义非凡的一日，佮点名卡达埃及等伫中间走总是真有功劳。川普也表示，大家拢认同支持加沙是为帮助当地人民。We don't want to fund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he bloodshed, hatred, or terror.As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we're also agreed that Gaza's reconstruction requires that it be demilitarized and that a new, honest civilian police force must be allowed to create a safe condition for the people in Gaza.峰会期间，参加国家拢表示落实政治甲华人交换，扩大援助进入，甲建立战后治理框架。埃及总统塞西伫演讲当中强调，两国方案是唯一出路。埃及会甲美国甲各方合作，主办初期复原中间甲发展会议。وأعيد التأكيد على دعمنا وتطلعنا لتنفيذ هذه الخطة بما يخلق الأفق السياسي اللازم لتنفيذ حل دولتين باعتباره السبيل الوحيد.نحو تحقيق الطموح المشروع للشعبين الفلسطيني و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طي صفحة الصراع والعيش بأمان. 停火第一阶段，以色列释放差不多2000个巴勒斯坦犯人甲被扣押的人。加沙尤尼斯因看到红十字火车甲载满被释放人的这巴士穿过人群，哈马斯释放被关2年，最后一直被以色列经济甲经济媒体、经济释放人质拢甲家属团圆。I was so nervous to meet him in the first time, and it was so exciting and moving. There is no words to describe how we feel.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really. 有真侪经济媒体伫军警护送之下送到感谢中心，全场肃立致意。和平峰会目标是将停火延续做长期安排，扩大援助加速重建，达到撤军加建立战后治理机制。未来安怎落实监督加保障双方安全，也是考验各方承诺的关键。
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这非洲马达加斯加的抗议活动呢，已经持续几个礼拜的时间啊。即马就连军方也改变因的立场，消停示威的民众。总统拉乔利那是头届伫电视发表演说，讲互人威胁要甲暗杀，也毋过呢，伊要是坚持无要落台，而且呼吁各界都要遵守宪法。马达加斯加首都安塔纳纳利佛13广场有上万的示威者，军车伫人群当中，部分士兵会手抵御，邀电幕者观察被关起街路。示威民众喊结束独裁、宪法自由。这场抗争为9月底开始，原本诉求解决停电停水问题，即马扩大做青年世代发起的Z世代抗议运动。On a eu des amis blessés, des amis suffoqués, des amis qui sont maintenant à l'hôpital. Et quand on nous a tiré dessus, on est resté là pacifiquement avec nos pancartes parce que nous, on sait que la loi accepte qu'on manifeste pacifiquement. Mais il ne voulait rien savoir du coup. S'il ne démissionne pas, même s'il va chercher un compromis avec tous les sangs qui ont coulé. 对顶下前期的原本支持拉乔利纳上台陆军精英部队，先负责对群众开火，群众会国旗欢呼，军人甲人民徛做伙。在外界风声正面的时阵，总统拉乔利纳13暗时透过录影，先前遭到暗杀未遂，已经转移到安全地点避难，暗过无透露秘伫什么所在。Malagasy avako, noho izany dia lala tokana ihany no ahafahantsika mandravina izao olana lalina lalovana ny firenena izao. Dia ny fanajana voalohany indrindra aloha ny lalam-pandrenana velona eto amin'ny tany sy ny fanjakana. 路透社引用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拉乔利纳拜日坐法国军机离开马达加斯加。法国媒体 RFI 佮讲，伊甲法国总统马克宏达成协议，毋过马克宏伫参加加沙和平峰会时表示，无法度证实法国是毋是协助撤离，毋过强调应该恢复现政秩序。佮指出法国理解年轻世代不满，毋过不应该互军方利用。参议院已经罢免关系长解由恩德烈曼加里暂代职务。照宪法规定，那总统指挥无人。参议院长会代理职权到选举。军方表示已经全面掌控首都局势，佮呼吁民众维持秩序。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单昨开出来，这是由3个学者提着，其中一个加拿大的得主呢是特别针对着贸易制来提出警告。伊认为讲，这国际上贸易的限制若准愈侪，安尼就愈无法度来创新。另外一个法国籍的得主呢，伊嘛来警告欧洲，应该爱扩大对科技创新的投资，袂当互美国甲中国来主导。目基尼住伫美国伊利诺州，有美国甲以色列双国籍。13日天透早，伊赶紧要看哈马所甲人质放出来的消息。甲电脑开开的时阵，发现有真侪甲伊恭喜的信息，而且手机内底佫看到有一通千分的电话，国码是数字为瑞典卡过来的。因为这通电话就是要甲伊通知，伊摕到诺贝尔经济学奖。And so I called them back, and they told me that I won the prize, and then I think I sat there for 15 minutes, sort of dazed. 莫基尼甲法国学者阿吉翁，也佮有加拿大学者霍伊德，3个人做伙摕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莫基尼会当分到1100万瑞典克朗，差不多奖金的一半，下台票1700多万。毋过伊笑讲，伊有2个孙伫读私立学校，这条钱真紧就会用了。莫基尼讲，即马各国爱面临的问题是劳动力欠缺。面对全球 AI 的风潮，伊讲 AI 取代人力，这根本袂发生，而且主动移民的人根本是咧危害美国的经济。Trying to figure out in what kind of society and what kind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does innovation thrive？ 另外2个人是个人摕1/4的奖金，一个是法国的学者阿吉翁，另外一个是加拿大学者霍伊德。因伫1992年共同发表一篇论文内底，建立一个数学的模型，说明经济成长是透过创造性破坏产生的。其中阿吉翁是法国美国级3个牌子克洛伊创办人因后生，伊认为欧洲需要一个整合的新创市场，袂当互美国甲中国规划旁。即卖欧洲市场是分裂的，毋是真正的单一市场。加拿大学者霍伊德强调，开放市场是真重要，因为这才会当互潜在创新者有机会发挥。也若针对 AI， 伊认为科技的进步爱加向发挥上大的生产力，毋是单纯要去取代人力。Remember back in 1987,
Philippe saying, "We're going to get a Nobel Prize for this." 瑞典皇家科学院伫声明当中指出，这三个摕到诺贝尔奖的学者，因拢证明讲，经济并不是自来就会持续成长。其中两个佫强调讲，川普的贸易政策可能会对经济成长形成阻碍，而且因的研究嘛提醒大家都要保持警觉，采取行动，对抗影响经济成长的因素。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破发现金1万块，即马调野党团的是按算拜五的时阵要来完成三读，而且未提出复议，有机会伫个11月中下旬就会当来分现金吗？也若针对这在违法的争议，德英台是表示讲，这行政院会提出修正的版本，希望地方若准有摕到较侪分配款，安尼就爱承担搁较侪地方自治的代志。关系破坏现金1万的进行特别预算案，立法院调野党团提成共识。15下晡的党团协商，按算17完成三读，而且无提出复议。按算11月中下旬就应破坏现金，按过另外在违法争议，行政提出修正版本，希望达到推迟诉权应汇分，水平财源应平均。我们希望能够用垂直事权能够划分，水平财源能够均衡这样的方式跟地方来谈。也希望地方拿到更多的统筹分配税款，要承担更多的地方自治事项。在违法修正国民党团版本顶一会期已经经负制度，各地这个会期列为重要优先法案。民进党立委罗水龙也提出修正版本，必然行政甲调野安怎沟通，依然是挑战。只是为了满足蓝营执政地方县市首长的需求，那就再一次重蹈覆辙，是把法再次的2度搞烂。包括事权同意也赶快可以提出来啊，钱多了以后哪些事权要下放，那行政院也应该一并提出来。所以才会就是本来就是可以讨论的嘛。日前在野党团部分行政院部编列国军加新增相关预算，对总预算提出复议。德英台是回应针对国军的台户经销条例2项争议预算，一旦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出来，那违宪都不应编列，不应执行；那是合宪，除了会编列执行，佫会回溯。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纺织店今仔日起购，真侪业者呢是来推出永续环保，也佫有机能应用。也毋过即卖呢是因为关税影响，所以互市场无遐热。副总统萧美琴是表示讲，这政府会持续甲美国来沟通，也推出真侪方案，协助企业来开拓新的市场。主打星期日就会当直接降温2度的凉感剂，摸起来骨骨绵绵是真舒适，希望会当变作对抗极端气候的新武器。台北纺织店伫南港举行，伫全球拢在小绿色转型之下，纺织店嘛伫持续创新，但伫台币对等关税无确定性之下，企业家嘛讲家己本身也会当调整。大家的营收都有减少，我们这个金字塔上面的东西，我们要越做越大。是，那这个一般的产品呢，很容易被取代的，这可能一定会受影响的，没有办法。台湾产业用纺织品协会认为讲，对等关税对纺织业上大的冲击是对未来发展的无确定性，会让企业变得愈保守。特别是美国的关税20+N，而且它对不同的品项或者不同的市场，那个 N 的比重不一样。所以这个不确定性让大家会趋向保守。副总统萧美琴请贵司 MIT 的学总来参加纺织店的开幕，用行动力来挺台湾的产业。伊表示讲，纺织业当面对中国产能过剩、削价竞争的挑战，另外嘛承受美国关税压力。政府会持续和美国沟通，嘛推出真侪项方案，帮助企业开拓新市场。正积极的持续跟美方进行对话以及沟通。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对台湾更合理、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台湾纺织业现在面临台币的升值、美国加征关税、俄乌战争、以哈战争等不利的环境，依旧在努力的持续打拼当中。若是国内企业去海外设厂的台湾业者，共款面对关税的挑战，但企业嘛伫这波无确定内面继续调整脚步，希望和台湾的纺织来配合国际市场的趋势，持续做出好表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中央广播电台的网站呢，互海客甲侵入换作是5星期。后来调查所发现讲有2个员工涉案，文化部长李婉是表示讲应该要以更较悬的道德标准来看待公共媒体。我想这一切都在检调单位正在进行中，
我所了解的可能跟大家都一样，但是作为一个公共媒体啊，包括央广或者是中央社或者公共电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应该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看，而且我也呼吁大家对于公共媒体多一些关心跟多一些资源。北检是有查出这用港内底姓吴、姓郭的员工，也有业者拢有涉案。因为这当中2个人是裁定交保，所以北检搁再提起控告。另外，有媒体是报道讲，这涉案员工哪像是互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甲吸收去，偷摕网络的机密资料。这李婉表示讲，有偌济证据，就爱讲偌济话。也若黄国昌是否认这款的讲法，也讲若准检方有掌握到情报，安尼大家就来讲。美国通过国防授权的法案，建议这环太平洋的军演邀请台湾来参加，也爱做伙来制造无人机等等。另外呢，因为美国参众两院提出来这个版本是无啥共款，所以协商了后会交予 Trump 来签署生效。美国海军做到2年1摆环太平洋军演，2026年又再举行，过去台湾不受到邀请，明年无得较有机会参加。美国参议院催告通过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强烈建议美国国防部长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台湾的海军参与环太军演，也有共同研发生产无人机，也若军事援助台湾，1亿美金的条款是保留。外交部将持续关注法案后续进展，并与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维持密切沟通，共同深化台美伙伴关系。美国参议院版本也要求国防部长办公室简化加速对外军售，也若9月通过美国众议院版本，相关要提出简化国防采购流程的计划，要求甲台湾建立战略国防科技伙伴的关系，同意继续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并且调升到1亿美金。不过对着参众两院版本无同，会来协商，对各自版本删减妥协，而且重新表决通过了后，结果送到总统川普来签署生效。可能也是要国际上的奥运的，我们讲搭上线啊，或者是真正去认识更多不同国家的军队训练状况。我觉得对我们的军方来讲，其实是有很好的注意的。专家认为，甲2025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甲台美军事创伤医护计划等。明年台湾有希望参与环太军演，各国应该赶紧做好准备，像甲其他国家军队的外机沟通、机关协调能力等，才法度借由甲多国共同军演的时机，提升这个协战量能，加强合作强军。记者自鸿报道。韩国媒体有出一个报道，讲咱国军的军事实力是无够，批评咱的陆军的炮兵用的一寡武器，拢是二战时期的旧装备。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回应讲，会陆续来买新的装备，到位了后，就会淘汰这旧的装备，来提高咱的战斗力。台湾伫印太地区前线抵抗中共威胁。国际也在检视国军的战力。韩媒当下一部报道批评台湾上大问题是军事实力不够，国防预算长期维持伫 GDP 2%。陆军炮兵也在用二战时期的 M114甲 M102榴弹炮，海军护卫舰也闹过问题。韩媒阁形容国军是超五兵之，今年韩国演习后备部队特别车进前训练，有真侪人连提前开枪动作都无正确。国防部长郭立雄也做出回应。那我们等到筹购新式的装备能够交运到位之后，我们就会来陆续淘汰我们过去的旧式的装备。过去在大陆军时代、大黄埔时代的训练方式，在这几年也跟美国签约引进新式的实战化的训练，也每年选派2个营级单位赴美受训。议会表示，国军伫蔡政府时期恢复1年期已不休，引进现代化训练，另外继续买新式武器装备，包含海马式多管火箭、M1AT2 战车拢陆续到台湾。国防预算目标在明年达到占 GDP 3%以上，增加国防实力。那这个轻兵器的步枪呢，现在已经要改装为从 T91变成 T112。新式的步枪，然后火炮呢，那现在也要跟美国购买 M109A7的这种自走炮。针对接南国组海军好进度延前11月交难难度增加，国立雄认为技术无问题。电力系统自动充电这个部分，那还有一个 IPMS 整合的问题，我想这个技术面上面都可以克服。
只是说我们还需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用国防部编的强化论政特别预算，拍算在长效期应用水，后在也批评国内无产能负面预算，各地方强调，那国内有产能就会公开招标。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河乡做大水，这不做计到单呢，也有10几户是还未摒清去。当地有居民也是讲，希望会当先暂时住咧别位。也若自救会也好有讲，这计划时程会当较紧的。即马国土署甲县政府是按算伫咧今仔日暗头的时阵，会过去部落来沟通甲讨论。志刚咧吐土，乌土机也咧清。花莲光河乡大水灾东灾区的复组机灾后清理工作继续进行，只是透过空气镜头清出的土沙，对甲美术馆也有未少民家也强要钻进伫水内，尤其伫宝安市东边46巷一带，一直严重，无任何清理动作。遮拢嘛从即间尔。村内都拢差不多。在产值超人跟国军弟兄的努力下，虽然光复市区的泥沙已经清得差不多，不过在佛祖街46巷这里，还是有几间民房，大约10几户深埋在深泥当中。当地的居民跟志工表示，这里还是非常需要志工，希望大家能够来这里帮忙。复组机的清理重点，中央表示，则是由原所定林电干道、甲地下水道的临时水道拍通。另外，自清污方面，统计也有21户无情清理6户，中央有够这能力完成相关的清污工作。不过，当地居民的居住问题依然真着急，中计处的选举真受关注。相关的方案依照这个调查的结果，还有一些建筑安全评估的结果，再做方案的讨论。当地71户一共40户表明有意住伫中计处，不过地点选择甲各项规划，中央各单拢无定案，也互原民部落组成的自救会诉求各项计划时程会当加紧推进。大家就已经焦虑症上升哦，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地方政府或是我们中央都要赶快来面对的部分。面对未来几日可能阁有风台形成，毋但各项清理安置爱加速，中央甲地方来回几摆反复讨论的退离计划，总算有新的进展。初步定调为原本的随地退离，全面改用疏散退离。县府大概有了变化，就是推翻了垂直撤离，它要采取疏散撤离。那不过这一点我是尊重县府的意见，因为毕竟来讲，这个撤离计划是由县府来执行的。中央公布相关细节内容，风台正伫警戒区域的24点钟进行，相关撤离就会展开，包括弱势甲住伫平房式的居民，全拢爱强制撤离，其他的保全户也爱伫 GPS 警报系统发放疏散。桂林县表示会利用这摆特别形成的风型风台实际来应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桃园龟山的长寿路呢，昨有一个查甫人是驶货车，不过煞唔知影这车顶载的物件呢是沿路咧漏油，害后壁3台乌多摆全拢安尼杵倒去。这警方已经联络到驾驶，上当是会加罚18000块。规条大路拢是油，13下昼伫龟山区长寿路481巷附近，3台机车连续出倒。另外一个比较严重，就先被救护车送走，我自己就擦挫伤了。我们左转的时候有3台车，然后在不同时段就分别滑倒，这样叫人家不能过，他先铺个那个沙子还像什么的，然后就先慢慢叫人家慢慢骑这样子而已，然后弄好又铺好了才叫人家过这样。消防第1大队龟山分队接到通报，出动消防人员2名、救护车1台。3个骑车出倒的人中，有一个正像亲像骨头支气几个所在切着伤，由救护人员给伊指挥，固定骨头了后送医。3辆汽车因道路上有油而人车滑倒，其次轻微受伤，积极协助伤者就医。警方调看沿路监视器，找到29岁老油大货车姓李的驾驶，伊驶大货车往桃园方向行，唔知影货车顶所在的货物沿路漏油。后壁经过3台机车，因为道路有油，刷人车出倒，依法会当处3千以上18000块以下罚金。警方也联系驾驶协助双方讲赔偿的代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云林虎尾科技大学呢，有真侪学生拢会把这乌多摆停伫咧学校边仔的土地，也毋过这块造成附近社区民众出入无啥方便，引起真大的抗议。也那校方是表示讲，最近呢是因为校区内长咧施工，才会造成停车位减少。按算11月底完工了后，这款问题就会当小可改善啦。
河北科技大学的围墙最近封挂布条啊，顶管写私人土地莫停车，因为学校边啊这条4米宽的社区车路是属于住户共同持有的。过去上课的期间，现在有学生来这插奥多摆，造成在地住户出入真无方便，真侪年拢无改善。王伯伯生病了，救护车进不来，大家情何以堪？万一我们社区发生火灾，你问问里长，我们该怎么办？学校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就是要改善，对吧？咱无咱的诉求，就是安尼，甲因的门开的门甲封掉。河北科技大学讲，这条路早就有采卖停车的牌啊，不过最近因为学校大楼的太路落来等咧施工，附近3摆奥多摆车位暂时封起来。开学了后，学生停车的需求增加，才会致使学生把奥多摆插来这条巷啊，已经有派人来这疏导。现在我们就是面临到学生有急需停车位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已经有在跟厂商协商说，机车停车位的这一部分的工程，可能务必要尽快加速完成，加派人手在附近做一些劝导。学校表示，目前按算11月底进前会当完成停车位的工程，提供3摆奥多摆停车位。不过目前也是希望学生会当把奥多摆插去200公尺外第3校区的停车场，较袂造成居民出入无方便，而且嘛当咧找公有的土地来租，增加学生停车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流感的疫情开始咧行，所以疾管署是呼吁民众要赶紧来做预防针，尤其是老人甲囡仔，拢建议要赶紧去做。即马呢有病院是推出用喷的这个流感疫苗来代替注射，也毋过目前是无健保，所以就要家己来开钱。流感疫苗免注射，改用喷片仔的嘛会使。有的囡仔惊注射，所以有病院推出喷片仔的流感预防针，用喷的，毋是用注的。虽然爱自费，但是家长也真愿意开这条钱。鼻喷剂就是，其实事前沟通都会他会比较安心一点，因为没有侵入性，会比较舒服。然后就是他恢复情绪也比较快。疾管署表示，国内流感已经是流行期，公费流感预防针10月份已经开始注射，建议老大人甲囡仔拢爱去做，避免感冒变重症。医生表示，囡仔患着流感会一直发烧，烧真悬，严重会引起肺炎，呼吁家长爱带去注射，也是用自费喷片仔的。基本上，我想打针的部分，它的效果跟喷鼻子都是有验证过，都是有效果的。双方都痛苦的状况之下，有一个选择，那我想也是提供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让他们来选。不管是注射也是抽血，看到针头，囡仔拢会惊。为着减轻因的压力，北医也对日本引进微量抽血技术。10分钟、5分钟报告就会出来的。会这样使用，是因为在门诊的时候，需不需要开抗生素，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决定。那有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在我们在医疗上面选择，是给我们很大一个参考。北医表示，不管是注预防针也是抽血，拢是囡仔惊互医生看的压力来源。创造友善的医疗环境，就是希望互囡仔会当安心看医生。记者陈心龙、谢桂玲台北报道。住伫山区的人，若准备看医生，拢较无利便。在南投仁爱乡信义乡是有设稳固医疗的会诊平台，即马含西池甲中寮嘛已经顺利启用啊。未来这在地人只要伫当地卫生所，就会当甲台中荣总的医师线顶来看诊。南投的西池乡、中寮乡虽然不是伫山顶，但是也无都市遐尼利便。在地民众表示，平常时若要看医生，拢爱去到隔壁乡镇的病院，对厝行路到公车站牌加上坐车时间，来回爱点半钟甚至4点钟是真无方便。坐啊久啊都无方便啊，当时啊，阮后生来用都爱知啊。车若去到台中，若比如讲坐客运的话，可能嘛是超爱2点钟，来回拢嘛是爱4、5点钟啊。检查话，去拢嘛是3个月一遍。为了提升偏乡地区医疗照护，有社会团体关键包括所谓医疗影像系统、皮肤镜、喙孔镜加医疗检查设备。有关视讯设备，未来利用关机医疗会诊平台，伫偏乡的民众唔免搬车去台中市，只要去卫生所，也会当互台中荣总的专科医师线顶会诊，并且就近摕药啊。甲医师约好，咱迄个台中荣总迄个远距医疗会诊的迄个门诊的时间，
哦，你来到卫生所，就等于讲台中荣总咱们那一端在帮你看诊。南投县卫生局表示，台中荣总伫8、1到8、5拢会开设的关键医疗专科门诊，有遮个进步的医疗设备加上科技，未来当地人去卫生所预约，就会当互医生看。南投县政府表示，目前南投的真爱信义、甲行启用的稀池中寮，拢已经有设关键医疗会诊平台啊，也若阁增加6个项的部分，也会赶紧来争取设置。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印尼日热的风景，这是由苏丹来统治，有开放一寡区域，互人会当入来参观。另外，这当地妇女拉尼的工艺嘛是真有名，这项技术今麦已经互联合国来做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几百年来，纳尼已经成做当地家家户户已经爱护的传统。这几年来，这项传统产业的振兴，互不少当地妇女人有2摆就业的机会。2009年，这项传统工艺搁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Batik ini sudah menjadi darah kami. Istilahnya sudah mengalir di jiwa raga kami itu di batik. 对当地人来讲，纳尼唔那是一项奇技，也传达全华人的铁盒思想甲宇宙观。日热除了是纳尼出名，人讲是印尼华文化中心。规都市的规模基本上是由清真寺、风景、广场甲传统市场4大元素来组成。Jadi saya kira Yogyakarta ini adalah sebuah kota yang merupakan miniatur Indonesia. Mungkin orang akan paham kenapa kok misalnya harapan hidup di Jogja itu paling tinggi se-Indonesia. Karena orangnya santai, tidak lekas marah, itu ya. 人来来去去的大清真寺，因讲是日热的地标，风格特别的建筑，用大量柚木，这是当地知识中心，常常办理各种的讲座，也有苏丹王国的风景。过去这是皇家大的所在，不过现今的苏丹特色大方开放部分的所在，互民众入来参观，都是希望互少年人有机会接触风景文化，也互环境保存、纳尼、宫廷舞蹈、专业戏等传统艺术的日热，都亲像一个活灵灵的博物馆。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8度到34度，南部地区30度到36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